100万，从哪弄那么多钱啊？我把我爸妈留给我的酒卖了。那是他们给你留下唯一的东西，很重要的，你干嘛卖啦？因为你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。因为你之前也帮过我嘛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林轩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聊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大家都这么帮你，你得表示一下吧。当然对，我重获自由了，请大家吃大餐。真的啊？想吃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喂，朝夕，林轩那边被保释出来了吗？已经处理完了，我马上回来。那好，我在家等你，你赶紧回来。哎呀，林轩，你们先去吃饭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啊，一起先吃个饭吧。你多吃点，好好睡一觉啊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拜拜啊！哎，对了，李轩，一会儿回家先把衣服换一下，去煤气。需不需要猪脚面线啊？猪脚面线。对干嘛？干嘛？去煤气啊！去煤气。叫你准备的火炉呢？什么火炉？干嘛？去煤气啊！出来之后要先跨过火炉啊！不是结婚的吗？我早就跟你说了。哎，回家睡觉了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事情没搞清楚，我睡不着。我支持你，我早就做好准备和你们一块分析案情了。哎，你们看啊，现在形势最不利的呢，就是这个指纹。不是啊，我根本都没有碰到过这个东西，怎么会有我的指纹呢？会不会是你被犯人催眠了，自己回来也不知道啊？电视剧看太多了吧？你就是死脑筋，分析案情就要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哦，对耶，外星人来到地球，然后化身成林轩的模样。我就讨厌你这样，说什么你都抬杠。哎呀，你俩别吵了行吗？能说点有意义的建议吗？我错了啊！现在事情呢已经变成僵局了，我们在这也没什么办法。不如啊，我问问我的朋友们，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。我也顺便问问看身边的行家朋友有没有要销售赃物的。哎，你这话靠谱？哪有您神探靠谱？这么酸的来。咦，说你胖你就喘，我哪有喘？我看是你喘。我这么瘦，我怎么可能喘呢？我也不胖啊。我现在跟你讲的不是胖不胖的问题，是喘不喘的问题嘛。你喘的是你啊，那你我没有。说说看，我们现在是对。看你小小一只这么重啊！真受不了你。
哎，吃早餐喽！你买的早餐啊？来，快点吃啊！我昨天不是在餐厅吗？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我抱你回来的啊！我抱着你迅速穿过人群，这个时候前面冲来一台车，我凌空飞起，然后再完美落地。这个时候你依然在我怀里。早餐在哪里买的？后来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我已经跟我朋友说了，叫他们留意最近有没有买卖赃货的记录，还有任何消息他们会跟我联络的。来，都几点了？不好意思，知道了，我这边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快坐下来，慢慢说。是这样的啊，我刚刚呢去问了一个我非常熟悉指纹锁的朋友，他说酒窖那边的指纹锁是靠光扫确认开门的，并没有附带活体检测功能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呢，那个型号的锁不一定非要真人去用手指开门，只需要做一个假指纹，扫描确认通过以后，门一样可以打开。而系统会记录开门的人正是林轩。啊？不能看错，刚才不是我了。哎，我操，不是我。按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只能证明有人可以仿冒他的指纹进行作案。既然案情有了新的证据，我们警方可以进行新一轮的调查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样已经很好了，谢谢你啊。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你没有作案的可能，确保候审期间你不能离开本地，要随传随到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们可以走了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到底谁会害你啊？谁会害我？没人会害我啊！我跟大家关系都那么好。不，还有一个人嫌疑最大。谁啊？这个人必须要知道酒窖内有密码门，而且还要知道暗格内藏有价值700万元的红酒。讲了半天，到底是谁啊？你说单总？对，他的嫌疑最大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他这样做就是为了骗保。什么呀？单总人脉那么多，又那么有钱，他会为了700万做这样的事儿？对啊。您以为有钱人骗保的多了？我们公司有大把这样的案例。他这么做，就是认为别人以为他不会这样做，反而成为他最好的掩饰，也成为他作案最有利的条件。这就叫做虚则实指，实则虚指。能不能讲中文啊？你在这瞎猜有什么用啊？我直接去问单总。哎，林轩，哪有罪犯会承认自己犯罪的？你这样去只会打草惊蛇。对啊。可是我不问清楚，我心里不舒服啊。对啊。这样，你先别着急，让我再去调查一下。对啊。姨妈，下午茶时间到了，我买了小点心。林轩被保释出来，你的心情也好很多啊。当然了，这件事情还要好好感谢你。我只是用我的关系把他保释出来，我也希望到最后他会没事啊。我知道，我们也只能尽人事，知天命。喂，沈小姐，不知道你对这3瓶初之恋红酒有没有兴趣啊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初之恋红酒的事？啊，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兴趣买。我当然有兴趣买啊，但是我怎么知道你拿的就是真品啊？我相信你也看过真的这几瓶酒，上面的标签写着法语初之恋。好啊，那你怎么办？准备500万现钞，我等下会发 GPS 地图给你，顺着卫星导航走，记住只准你一个人来，如果多带一个人或者报警，这个交易就取消。可是那3瓶红酒是赃物，如果我们买了被抓的话，就构成妨害司法的收获赃物罪。但是万一那3瓶酒被毁了，或者被转移到国外去了，那我们拿什么来证明林轩的清白？那我跟你一块去。但是对方说要我一个人去。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去啊？
万一是陷阱怎么办？现在要怎么办啊？我认为吧，现在应该兵分两路，一方面盯紧战力，因为他嫌疑最大；另一方面呢，掌握最新的消息动态。好啊，那盯紧战力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，我跟林轩给你完全的后勤支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别这样好不好？好商量嘛。我可不可以跟林轩一组？要不然咱们一起行动也可以啊。哎，笨蛋，自己挖的洞自己跳啊，我管你的啊，对不对？喂，怎么样？啊？跟我来。哎，这要去哪里啊？走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到底要干嘛啦？不要问了嘛，不是你们神神秘秘都在干什么呀？跟我走就对了。总部，嫌疑人有行动，请求支援。就是这样。子豪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也觉得很奇怪。陈先生，林轩呢？林轩不在这里。我明明看到你和他一起搭的出租车。我们得到确切消息，林轩想弃保潜逃。我早就知道有这种可能，所以我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。你说什么？有人告密说要在这里交易初制炼红酒，所以我就把林轩带到这里。但是后来张望发现事情有蹊跷，我就半路把林轩放在路上了。所以林轩从头到尾根本没有离开过深圳市区。我们怀疑你们涉嫌收购赃物，这箱子就是钱，打开。怎么是空的？我们接到了电话，觉得很奇怪，但还是亲自来赴约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个人是想故意陷害林轩还有伊曼。谁打的电话？我已经查过这个电话，是不记名的补用电话卡，现在已经关机了。单总，那些红酒真的不是我偷的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相信你的清白。谢谢。现在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？你先回去吧。这么折腾下来，你也够累的了。你也算是我们碧翠很重要的资产。现在，我再也经不起任何其他的损失了。单总，我听张望说，我们跟大财团合作，资金出了点问题，是真的吗？你担心薪水发不出来啊？啊，不是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啊？跟你说有用吗？是没用。单总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您是好人，而且我相信，不管您做什么，一定有您自己的道理。我知道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所
所以说呢，单丽她已经承认了跟财团投资之间有问题，这就是她骗保的动机。我觉得单总不是这样的人。资金短缺、盗窃、骗保，加号给你，还有骗沈一曼他们去买赃物。现在所有的线索都已经指向单丽了，就是他干的，没有别的解释的呀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有点道理哎。你们为什么都怀疑是单总啊？他帮过我，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。走啊，那通神秘的号码呢？给我看一下。自己的啊。哦。电话已经注销了。如果你办了一张卡拿来犯案之后，你还有可能把它留着吗？平常没事拿来聊聊天，拿来叫叫外卖之类的。他说的有道理啊。任谁这个时候也应该不会再用这个号码了。幸好你坚持不要带钱去买初之恋，不然我们就惹祸上身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一连串的事情很奇怪？难道是单丽监守自盗？可是如果真的是单丽做的，她为什么要陷害林轩呢？毕竟林轩是她一手培养起来的，现在是碧翠的顶梁柱。她这么做对自己没有好处。你分析的没错，如果真的是他，他可以找其他的人呢，为什么一定要找自己身边最重要的那个人呢？这一切真是太奇怪了。Surprise！ 丽丽，这是我亲自为你做的，一定要尝一尝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，就会走进厨房，为自己美美的做上一顿，心情就会好多了。其实以后你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。这个方法或许适合你，但是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。没关系呀，反正我会做，你只要喜欢吃就是了。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年我一直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，谢谢你，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谢谢你。哎呀，咱们俩就不要再谢来谢去的了。反正今天是我这1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个 surprise。密码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拿去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听林丫头说，酒窖出了点小故障，我想你可能会用钱，所以。你看你不会又不高兴吧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 very very 笨的，你要是不高兴的，你可以骂我2句或者打我2下，你千万不能不说话，我就怕你不说话，你是。跟我喝杯酒吧。啊。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是这张卡我不能要。Why？ 这是你辛苦赚来的钱，我有点累，想先休息了。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关好。哇，好看吧？很贵吧？漂亮，漂亮。还好，也就几万块吧。几万，好有钱哦！李轩，李轩，漂亮吧？总算回来了。我说你们这是干嘛？搞聚会啊？单总好几天没来公司了，现在还是无政府状态。我看碧翠应该快倒了吧？那我也管不了，最该管的人现在又不管。该不会是公司要倒了，他崩溃了吧？他以前也不这样。下次再这样。神探，你不是说凶手是内贼吗？你到底想到没有啊？
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谁啊？到处找你，当你手机又一直关机，我就想你应该是到这儿来了。找我有事啊？最近碧翠出了这么多事儿，我很担心你。谢谢你。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总觉得这背后有一股阴谋。我一定要让这个窃贼疏于防范，露出马脚。你知道窃贼是谁吗？谭一娜。啊！哎，别误会啊，别误会。我想看看你的钻戒好不好？你看我钻戒干嘛呀？我就想知道谁偷的红酒嘛。那有什么好怕的？想看就给你看呗，给你。哇，真的好大！哎，大不大啊？大，真的好大啊！来，你们研究一下啊。哎，大不大？你为什么要偷红酒呢？哦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不要胡说，不是我干的。还说不是你，一试就试出来了，就是你。我没有，抓住他！我没偷。什么情况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人啊，跑去哪里啊？哎，没了，叫你跑去哪里啊？我估计可能是跑回家去了吧？啊！大哥，我知道在哪。是吗？走啊，快走啊！人呢？有吗？没有啊。电话也打不通，怎么办啊？我想我知道他在哪了。啊？在哪？在哪里啊？你别过来！你们再过来，我就跳下去。冷静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先下来呀！就是我偷的，我完了，我彻底的完了。我不想坐牢，只有从这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你如果你死了，你老婆怎么办？你儿子怎么办？对呀，没那么严重的，不会有事的，先下来好吗？我已经离婚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。我入行很早，但是碍于天赋，我的成绩一直表现一般。我想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生活，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也跟不上房价。为此，我的老婆整天的埋怨我，嫌我穷，嫌我不陪着她，最后导致离婚。我什么都没有。这些你都可以跟我们说啊，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，单总，还有所有人都会帮你的。对呀，对，只要你有任何困难，随时讲出来，我们都可以解决的嘛。陈大哥，我相信肯定不是你自己愿意偷的红酒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都是怪我不小心。有一次在酒吧喝酒，我遇见了一个画着浓妆的女人，她说咱们酒窖里边有一箱价值700万的红酒，而且说上了保险，即便是被套，也不会真的伤害到身子。为此我也挣扎了。是她告诉我怎么毁掉监控，
怎么潜入酒窖，怎么用假指纹开锁，全都是他告诉我的。你看，这都是那个人的错，你只是被他利用了而已，这不关你的事儿啊。对不起我的媳妇，对不起的我儿子，更加对不起单总，还有你林姑娘。单总是明事理的警察，也是明事理的，只要你讲出来，什么都可以解决啊！你还爱你太太吗？我当然爱。你根本就不爱她，陈一良，太自私了。你要是爱她，你会舍得把她一个人这样丢下？你死了，你是一了百了了。她呢？她怎么办？你就让她一个人来收拾你这个烂摊子吗？不是这样，我已经犯了法，没有那么简单就解决了。怎么没有那么简单？不就是偷了个东西而已吗？还回去，这一切就可以好的啦，可以挽回的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答应你帮你查清楚，好不好？是我害了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？老陈，我们陪你去自首，我们给你做证人，没事的，好不好？先下来。你们报了警！没有，没有，你们骗我！没有，依莲，依莲，老婆，不要走，依莲，老婆，我们没骗你，是我报的警。我叫他们把你太太带来，希望可以阻止你自杀。老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只想给你和儿子一个大房子呀。你脑子里一天到晚只想着房子，房子，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吗？怎么，你们离婚不是因为房子吗？根本不是因为房子，他一天到晚就忙，早晨出去了，半夜才回来，他就把家里当成永久的旅馆。我想找个人说话都没有啊。老婆，我起早贪黑的工作，全都是为了你呀。我请你停止睡觉，晚点来啊。希望陈大哥太太能等他出狱，一家人能好好团圆。团圆，接下来还有问题要面对呢。我跟你讲，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啊。人家都说了，不是因为房子，不是因为钱，干嘛这样说？当这么多人的面，你真以为不是因为房子跟他离婚的啊？用膝盖想也知道。那你呢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。哎呀，那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？你说啊，你说啊。我知道啊，爱情就是无私、纯洁、奉献。哇塞，偶像剧看太多了吧你？哎，本来就是好吧？你这样说你自己，女朋友换的跟换衣服一样好。你爱过谁吗？啊？我爱过，我当然爱过啊，我。哦，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太多了，数不清了嘛。太多了，数不清了，是太博爱了是吧？根本就没有，谢谢。单总，你好，陈义良已经交代了一切。至于你那些红酒，我们全部追回来了。这是红酒的清单，你看一下。大部分的红酒都已经追回来了，唯独少了那3瓶最重要的初之恋。啊，你放心，那3瓶酒我们一定帮你追回来。谢谢你，警官先生。但是我想，还是不要再追究了。既然大部分的酒都已经找回来了，少了那几瓶，也无关紧要吧？那几瓶酒，对你不是至关重要吗？是，
虽然很重要，不过也就只是几瓶酒而已嘛。更何况，现在已经调查出来是我公司内部的员工监守自盗，我也有连带的责任，所以我想还是不要再追究了。沈总，幸亏你及时告诉我，让我从沈一良那个老鬼手里拿走这3瓶红酒，否则一切就真来不及了。没错，真的好险。怎么了，单小姐？这3瓶酒喜欢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好不容易得到了3瓶好酒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应该要打电话来恭喜一下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好酒。我只是要提醒你，最近市面上假货很多，你千万别买到了假酒。这3瓶酒是假的。什么？是假的？怎么回事？我们被沈里耍了。这不被偷的那3瓶酒吗？对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被偷过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3瓶酒对我实在太重要，所以我把它们单独拿出来存放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其实我很不希望是他，可还是被我证实了。不是，我没明白，您说的是沈一曼吗？我希望他只是一念之差，我并不想再追究。等一下，您是说，您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跟沈一曼有关，您阻止我们去追查这个事儿，甚至无所谓我被人怀疑。令轩，有些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一次，不只是你被怀疑，很多人也相信是我监守自盗，为了骗保。可是现在警方也没有找到能抓到沈一曼的证据啊！我不是一定非要把她给揪出来。那您是为了什么呢？我的目的很简单，我要让她知道她已经输了，以后不要再跟碧翠为敌。我真的无法理解。那您这样跟沈一曼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？这当然重要啊！老陈虽然做错了事儿，但他心里对红酒的热爱从来都没有减少过，而且他现在也已经悬崖勒马了。单总，您跟沈一曼这样，不是在把红酒当做打倒对方的工具吗？我曾经考虑过，我到底要不要这么做。但是为了碧翠长远的利益，我不得不利用这些手段。如果可以遏阻某一些人膨胀的野心，那也算是好事一件吧。其实我常常都在想，让雅克先生是一个非常热爱红酒的人，他的红酒庄也只会给那些真正热爱红酒的人。这些人只要有红酒就会觉得很快乐，其他的一切相较红酒来说都是次要的。单总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过这毕竟都只是理想，而现实却是再残酷不过了。林轩，我希望这3瓶酒，你可以替我保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
真没想到，单小姐居然还记得我爸的名单。你不在的这些年，我每年都会来。建华，我来看你了，还有你的女儿一曼。你说过你最喜欢雏菊，这些都是我亲手替你摘的。爸爸，向日葵代表父爱，就像阳光一样普照着这里。而我作为女儿的，不能为父伸冤，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那我也枉为他女儿了。丽曼，你父亲的死的确是个意外，只是你一直不愿意去接受、去面对，就像你不愿意去面对你曾经做错的事情一样。我爸的死对你来说，只是一个期待已久的解脱吗？你对你父亲的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。要作为一个红酒大亨，那绝非容易的事。所谓酒品看出人品，你父亲，他是一个宽厚稳重又缜密的人。当年我们在一起谈论红酒，他是那么的幽默，又风度翩翩。而对于红酒，他更是引经据典，安守在心。我不想听到你和我爸爸以前的浪漫情史。你想说什么？有一些事情，你永远都不能够理解的。当然不理解，我不是你。我还是认为，这瓶 Latour 更适合用来形容建华的一生。前调丰富醇厚，中调汪洋恣肆。只可惜，后调有一些苍茫凄凉。一代酒王，在他的忌日，他的妻女居然还在争执不休，是有多大的仇恨，不能够用心去化解的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无论对人对事，还是中调平和为好。我真的没想到，这句话居然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应该要相信你父亲当年的选择。我爸这么多年来做的选择都是对的，唯一错的就是选择了你。那你呢？你这一次的选择是对的吗？这都是你逼我的。这些酒原本就是我们沈家的，是你私自占有了。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也是沈家的一份子，在法律上，我就是你的母亲。我是永远不会承认你的。我劝你最好适可而止，别让盲目的仇恨蒙蔽了你的心，否则你到最后伤的是自己。我知道